啊，包紧来等下换你。好，啊换你。分级二水分驻所相关的报闪灯还有这个警示灯，还有像咱基站的同事这个反光背心就咱感念咱咱市区分驻所的同事来为着这个交通来保养来保护因的安全，感谢咱的安德公大力赞助感谢我的委员啦，感谢各位委员的大家鼎力支持啦，谢谢。来，诸位，好来。简单讲，为啥要关这个物件出来？因为安德忠过去做这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咱这 LED 灯员工是咱嘛当做咱的路上的光明灯啦，为着咱保护了，互咱这二水乡的乡民这车辆在咧行动上安全的问题会当一个保障所以阮这团体所有委员呢嘛是本着这个讲，等于是咱的路上的光明灯互咱的所有二水乡乡民呢伫这个经过呢会当干平安顺遂会当保障咱这包括老人囡仔安全所以是本着这个力量再来灌上互咱这互咱二水所分驻所这衫呢嘛是互咱这警备人员呢，互因一个执行任务的时呢会当保护因本身的安全会当替咱二水乡咱的治安会当安尼更更加更加好互这百姓谢谢我们安德宫所捐赠的这些报闪灯这些报闪灯我们每个月分局都会做一个交通事故的分析，看在哪一个路段哪一个时间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把它安置在所需要的地方地点来提醒行车的民众要减速要慢行，保障行车的安全那这个功能这个是非常的广泛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安德宫的大力相助来赞助这个我们的报闪灯那期望能够透过他们的义行义集那达到帮我们二水乡的乡民百姓能够在行的方面出入平安交通事故零发生。二水乡比较常发生车祸的地点经分析有本辖南通路跟三角路沿线主要南通路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路幅比较大，所以车速普遍偏快，加上它是因为路幅宽广，需要两段式左转然后三角路的原因是因为夜间它的红绿灯比较少，所以民众往往车速会比较快造成用路人的危险比较高在针对这些路段本所也会设置这个报闪灯来提醒用路人，如果看到这个蓝红交错的这个灯字的时候麻烦就是代表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请民众减速慢行，以为用路安全。